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同我一齊腦洞大開。我係老俊。上次講完 V1、V2 飛彈嘅歷史，係現今導彈嘅里程碑。今日想同大家探討一下納粹德國二戰末嘅黑科技、戰鬥飛碟同埋隱形轟炸機嘅原型。1943年9月，美國第8空軍集團以空前嘅規模去轟炸德國斯瓦因福特嘅歐洲最大軸承廠。令人驚異嘅係，喺呢場規模空前嘅大轟炸中呢，當盟軍嘅轟炸機群飛到德國嘅軸承廠上空嘅時候，竟然出現咗一對閃光嘅大型圓盤飛行物。面對雙方上千架飛機嘅猛烈炮火呢，佢哋係絲毫冇受到損害。早喺1940年末，德國就成立咗一個秘密機構，佢嘅任務呢就係專門研究飛行器，好似 V1、V2 嘅飛彈。1945年嘅2月19號，呢架耗資數百萬嘅飛行器終於進行咗佢第一次，亦都係最後一次嘅試飛。令人震驚嘅係呢，佢喺短短3分鐘之內呢，佢係升到15000米嘅高空，平均嘅飛行速度呢係高達到2200公里每小時嘅。佢仲可以懸停喺空中，唔使轉彎就可以任意向前或者向後飛行。戰後盟軍呢遍尋關於飛碟嘅資料同埋設計圖紙呢都不獲。有消息話呢係有德軍嘅潛艇失蹤向南極駛去，於是就籌劃咗一個叫做跳高行動 Operation High Jump， 為美軍1946年嘅一次大型嘅南極探測行動。話就係勘察開發南極嘅礦廠，出動咗4700人同埋13艘船艦，包括潛艇啦、航母等。到1947年3月，行動宣布結束，船隊撤回。美國係曾試圖以當時嘅目擊者描述製造，但係呢至今都未能成功。二次大戰德國試驗戰鬥轟炸機，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架無尾翼嘅噴射式戰鬥轟炸機 HO-229。佢嘅外形同性能呢，即使喺當今呢，亦都相當前衛嘅。佢係納粹德國末日奇蹟武器設計之一，最先進嘅隱形轟炸機嘅原型。1945年春天開始，HO-229A 喺僅飛行咗2次嘅情況下呢，就開始投產啦，同時係進行咗後續嘅改進計劃。如果一切順利嘅話呢，1945年8月，雙座裝甲加強型嘅 HO-229B 就可以投入戰場啦。咁但係當 HO-229A 開始順利進行生產嘅時候呢，納粹德國嘅末日都來臨啦。1945年嘅4月14號，美軍第9裝甲師攻佔咗生產嘅工廠，20架仲未嚟得切完工嘅 HO-229A 落入咗美國人嘅手裏邊。在經多番改良後呢，美國研發咗 B2 嘅隱形轟炸機。你哋睇下係咪好似呢？有冇想象到原來係80年前嘅構思呢？嗱，其實我真係佩服納粹德國喺二戰嘅科技，好彩未能投入戰場造成更多嘅傷亡。如果當時唔係發起戰爭，可能今日呢係一等一嘅強國，話唔定仲統一咗成個歐洲添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喺下方留言討論。我係老俊，下次再見。